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阳明山竹仔湖的卡拉花季正式开始了。阿过一寡花卡拉花变甲真油，阁真白，已经开始伫阳明山头开花。真侪人为着要看，专工上山。这动人的白色卡拉花，伫遮湖内底展现多变的模样。阳明山卡拉花季3月26开始，遮的卡拉花占全台湾产量8成以上。开花时就拿倒栽马蹄，阁像莲花同款生伫水中，所以阁叫马蹄莲，象征纯洁幸福。一丝不如的爱，而不只有海芋而已，还不到秋天，阳明山上就可以看到一片红。不是秋天，不过煞变甲真红，真侪人行入裸田。这个时阵看的不是有名绣球花，是充满迷人风情的饭仔树。Number one， 不洗上来了，对，还是上来。美丽画面，让人想要来看。我去年也来，所以我今年又来，全家一起来这里。天气不好都要来，都要来，对，一定要来。饭仔树长红的时阵，不是秋天，是今嘛。它出生出来的嫩叶就是鲜红色的，然后等到叶子长大之后，在夏天会转绿，会变色，会变绿，然后到秋冬的时候会落叶。接落来就是绣球花季，就算拜日八宝变天，竹仔湖真适凉。不过也是请真侪民众上山看花来放松心情。